前一阵台北市发现有中国配偶伫国校附近开直播介绍学校的环境，因为有翕到学生囡仔的面，引起家长的惊吓。落尾警方通知这个52岁女性到案，依照刑法妨害秘密罪，搁有绩效法上班。这也是国内第一例伫咧校门口直播上班案件。 今年5月，台北市议员柯淑华接到民众反映，发现民生社区迄卡头出现疑似中国岛因直播主来一直咧翕国校生，除了介绍国学校四边的环境，搁清楚翕到囡仔的面。担心啊，怎么不担心呢？那不拍了不晓得来干什么？如果是我的小孩，我会担心。我就是说，你不能跟着我。像一些对岸啊、过来的什么的之类的。 来这边收集情报什么的。中国是不是在台湾有一些合作的协力厂商？那最近在社群媒体又疯传很多小朋友的器官都被卖到中国去，然后做器官的一个买卖。那锁定的都是小朋友，所以呢会让家长更担心。那警方接到报案追查，通知52岁中国籍的配偶姓刘的女子来到案说明，了后依照刑法的妨害秘密罪，还有绩效法的函送，正做全国头一例伫校园外口直播互人发办的案件。刘姓入配因为日前在台北民生社区外进行直播，因为疑似拍到小朋友的身影，被市议员告发。最后整起事件曝光之后，警方也透露，其实相关的案情 不止一桩。5月15同一天，除了民生国小，伫健康国小也同款有一位25岁本国籍姓狄的女性咧直播，互家长报案提告。当天的暗时，阁有民众伫宝清街发现一位疑似中国籍的女性伫路边直播粪扫车清运的过程，不过最后是无成案调查。拍垃圾车的部分，因为也没有实际的受害人，那后来也没有人 出来报案提告，所以警方就不予处理。社会局已经就所送的这些资料来研议是否有违反《儿童与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那我们可以进行行政指导，或者是命行为人接受辅导教育课程。那如果查证确实有违法的话呢，依法我们也可以处以新台币6万到60万元的罚款，并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称。那抖音中国统战的步数是800款，最近几年甚至阁定定举办两款合作比赛，以真济奖金，也阁会当去 中国研学的方式吸引台湾的学子报名。陆委会就捌公布过中国来吸引台湾青年的手法，提醒民众都要注意这款空嘴报纸，实际上是一场空的青年统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